中华师范大学有4名辅导系教授防指控性侵性骚扰，其中2名教授经过调查已经罚款甲解聘。中国电动车比亚迪风声有找台湾代理商约立法院的高层吃饭，经济部表示，讲国安、经济等因素会防止中国车入来台湾。台积电表示，有关讲想要偷摕2纳米制程关键技术，检方表示已经伫咧查。台积电也甲涉案员工开除追究责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号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中华师范大学爆出性平案件，有4名辅导医资商学系教授去互指控性侵甲性骚扰，其中2名教授经过调查，确实是有这款的代志，会甲因罚款甲解聘。学校表示讲，这款的处罚是无法度接受的，因来教界团体是认为学校就要扩大调查，看敢有其他的受害者。许多学校内面看起来拢无人，但是网络顶悬是讨论甲真热。国立中华师范大学4个辅导含资商学系教授，互逼出疑似性侵害、性骚扰的案件，消息一出来，互社会是错一个。其中一个捌做副校长的校长的教授，互已经毕业真侪年的学生指控讲，伊捌伫2002年的时阵，透过网络视讯的方式，要伊看成人片，互伊身心拢真无爽快。视讯的方式，然后约我一起看 A 片。他会跟我要内裤，而且视讯那边他自己就收藏了5、6件内裤，就是很不舒服。另外，还有姓吴的教授是涉嫌对学校的学生性侵害，经过性平会的调查，确实是事实。还有2个姓吴的教授嘛涉及性平事件。这不是老师该做的事。他应该做个好榜样，不应该做这种事。学校表示讲，张教授这案的被害人是社会人士，照性骚扰防治法来调查。中华县政府审议认定性骚扰行为是事实，裁罚3万，而且协定退休8月生效。另外，姓的教授的性侵案经过调查是事实，违反性别平等教育法、照教师法甲改聘，而且终身未当阁聘任。另外2案拢已经校案通报，阁继续在调查。来召开教评会，讨论2位教师是否需要暂时停聘接受调查，以避免2位老师与学生接触的机会。希望这些措施呢，能够让学生与家长安心和放心。我们认为受害者不止1人，好，校方并没有针对这个班级或者是他上过的课程、他教过的课程有任何的扩大调查的作为。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疏失。日本基金会是认为讲，校长和姓吴的教授案件受害者应该唔拿一个，学校应该扩大调查。教育部和中师大拢呼吁事件相关受害者会当主动和学校来联络，嘛会帮助有需要的在校生心理咨商，未来嘛会加强性平防治宣导。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中国网前叫做文雷伫路上，今年7月用商务名义来到台湾，说是铺规系列行路环岛影片，也因为中国还未开放这游客来台湾观光，落尾互检举，竟然是屏东某一间电商公司的负责人协助这个中国人用假资料入境。目前这个中国人已经被抓起来，那这电商平台负责人也是羁押禁见。互台湾街路大声响的防空警报声错一个，本名文阿公的中国抖音网情文雷在路上7月打一系列行路环岛影片。按过中国还无开放游客来台湾观光的情况下，伊是以商务交流的名义申请来台。后边的路咱们就一直沿着海走就行了。因为拄到国军汉光演习期间，军事迷比对文阿公的行程，讲真侪所在甲汉光演习敏感区定他。这个伊动机无单纯，接到检举了后，文阿公互移民署逮捕收容，来协助伊用假资料非法入境的屏东某电商公司负责人，进前嘛互人羁押禁见。经初步调查发现，谢男与中国大陆某公司负责人共谋，借由不实资料协助多名入籍人士申办来台商务签证。根据移民署统计，今年1月至6月，以商务交流入境台湾的中国人有36616人，类型包括演讲授训、参加会议也是展览。以专业交流来台的有6709人，包括宗教研修、教育讲学、投资经营管理加科技研修等。移民署指出，为2024年到今年6月，无得到许可来台中国人有16699人，会持续严格审查。用不实假资料申请来台后，却遭移送法办，查获后更将被管制2年到5年不得来台。未来涉及国安案件，移民署将会同国安团队积极侦办，从源头防范遏制不法及渗透。内鬼通外贼这样的行径，
反而让我们去思考到相关的一些规范也好，或者是相关法令的一个执行，都应该要更加的严谨。学者表示，支持正常而且合法的两化交流，毋过违法的旅行社甲台湾业者目前的刑期无悬，无法度阻止有心人，认为政府应该思考修法的可能性，甲国安的漏洞赶紧补起来。记者采访报道。中国的电动车比亚迪想要来到台湾的市场，毋但有找这个赢的位控吹过。根据《镜周刊》的报道，这比亚迪甚至透过代理商泰国汽车办到请立法院的高层函爆料。那这立法院的总部处长是讲是朋友的聚会尔尔。经济部表示，国安、治安、产业发展等可能会严格防止中国品牌车用各种方式入来到台湾市场。中国电动车骑头名的比亚迪用鼎社会进入全球市场。2024年全球销量达到427万台，营收突破1070亿美金，头一届超过特斯拉，成做全球上大的电动车制造商之一。根据《镜周刊》爆料，7月28号晚间，比亚迪的台湾代理商太古汽车就在这间台北知名的餐厅夜宴了立法院高层，包括总务市长廖炯智以及正副院长韩国瑜、江启臣的幕僚等人，疑似想透过游说立法院来松绑经济部的相关规定，让比亚迪能够大举进入台湾。大家早，怎么看《镜周刊》爆料？好，大家早啊。下班后那个朋友临时约嘛，那约去了以后，就是这边闲聊而已，没有业务往来，没有承揽关系。那至于这个车商内部的事我们不好涉入啦，那些我们也不认识啊。廖经是讲无违反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也是大算的问题。不过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调委柯志杰证实，泰国集团有意代理伫泰国生产的比亚迪电动车有积极跟联络。确实曾有人接触过我，我也以时机不适宜婉拒。比亚迪大部分的车款有配智慧驾驶系统，另外嘛，这支有2万公里的车，拢有资讯传回中国的泄漏记录。中国这车互人验证会当载有2万公里远端控制，对相关国安的问题，包括经济部跟交通部，拢进行对台。这个呢会有一定国家安全的疑虑因为毕竟这个车子进口呢已经被卡住了被经济部、被行政卡住了，他们想要绕道借由立法的一个方式。以中华民国现在的法律来讲，国贸局这边是禁止大陆很多的东西进口的。台湾目前法规禁止中国车规台输入，进前传出比亚迪想要设计泰国生产地入来台湾。经济部表示，若是确认属有违规转运行为，会采取4大反制措施，包括进口量监控、加重处分，违反的人上悬会当罚300万的罚款，也可能限制引进出口。记者采访报道。今年一届的凯达格兰论坛今日举行，总统赖清德伫咧开幕时阵有致辞，英国前首相江森也有来。赖总统强调政府会维持现状，确保台海和平稳定，而且也答应讲会继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那江森是批评讲，中国是一直用军事伫咧威胁恐吓台湾，呼吁北京不应该用武力侵犯台湾，也期待更较侪欧美国家会当明确来表态支持台湾。你好 ，everybody。你好。现在用台语问候礼拜来台的英国前首相强生受邀参加凯达格兰论坛，甲总统赖清德互动热情。合适的时阵，赖总统特别讲到江振东、强生2024年出版的回忆录，对乌克兰俄乌战争、印太议题观点，致辞时表示，政府维持现状，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佮承诺继续提高自我防卫能力。We are continuing to reform and invest even more resources in our national defense. Next year's defense budget will reach a target of over 3% of GDP. As China intensifies its pressure on Taiwan, I hope that we all, the West, America, the UK, all Europeans, will have the courage not to tiptoe away, not to be cowed by our desire to be deferential to Beijing, but to stand with Taiwan and to deepen our economic partnership. 俄罗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强生过去虽然自称是亲中派，不过这摆展现挺台态度，批评中国霸凌台湾的行为无正当性，话说欧美国家应该明确表态支持台湾。好外界形容是英国版的川普，强生也对这摆台美关系谈判提出建议。Here's an idea. What Donald Trump likes is
is deals. Come up with a deal. That's what I'd say. I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is fundamentally a big supporter of Taiwan. I'm sure of this. His presidency is going to perpetuate a free, democratic Taiwan. 强生认为，就算川普伫台湾维持战略模糊，不过伊依然维护自由甲民主。佮强调，英国甲台湾共享同款的价值，两国政府应该共同合作，继续深化经济友好关系。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会研究处7月底发布报告指出，台美安全合作除了军事以外，亲像国会是头一届为台湾拍开总统拨款权、外国军事用资等等的援助管道，甚至伫美国和台湾的训练虽然是无啥公开，不过有扩大的趋势。政府要机关来提案，要求国务卿就要追踪中国乌台湾邦交国行动，协助台湾以及和拉丁美洲加入比海国家的外交关系。 布里斯可以帮我联络 EFOC， 要准备。今年7月，国军和攻操演77年来第一摆和万难防空，整并做下定论性演习。17迄天，阁是第一摆有 AIT 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出现伫现场时代。不过，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7月底发布的上新报告指出，讲美国除了传统的对台军售，国会嘛授权行政部门替台湾开启亲像是总统的拨款权，授权直接由美国国防部库存提供台湾防卫物资和外国军事用。 组和国际军事训练在新管道，嘛显示美台架调的军事合作，敢若有扩大的趋势。对台湾这个联合演训的提升，事实上依照公开资料显示，除了继台湾 F-16这个中队驻防在美国之外，那包括在近期有台湾陆军曾建制的，比如说可能是以连级或营级的单位前往美国国民兵基地。 参与北方打击跟南方打击的演训，那这样子还有北约军队共同参与，可以就是提高台湾军队的这种实战的经验跟能力。若是安尼，亲像伫外交法案，美国下党派联邦参议员嘛提出美国台湾美洲伙伴法案，点名中国利用无透明的发展协议和无效的施压，迫使台湾的拉美和加勒比海拢总7个邦交国和台湾断交。法案要求国务院成立机制追踪和提交报告，嘛授权国务卿采取措施，鼓励当地美国大使馆和台湾代表处来合作。其中嘛是提案议员之一的瑞克兹4月才带团访台。 伊透过声明表示，中国上想要爱的，就是伫卖发动战争之下实现统一。其中一个目标，就是透过经济和威逼的手段，伫外交上孤立台湾。And in the face of rising aggression from Communist China, we will help Taiwan with the self-defense, commensurate with the threats that it is seeing from Communist China. 另外，伫法律上路了后的180天内，含刷落来连续5年，国务卿嘛应该向相关委员会报告中国对这7个国家的目标、利益评估、含施压手段的总揽等等。目前这项法案必须要经过众议院、参议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搁予美国总统签署才完成立法程序。记者综合报道。 AT-3教练机摕来做空军雷虎小组的表演用机，37年来完成230架的表演。空军早起呢也举行着雷虎小组团成交接典礼。AT-3进行最后一届的喷烟冲场，用英古教机会用大雁的队形，代表雷虎小组的世代传承。 帮代表咱国旗的3色彩烟雷虎小组的 AT-3教练机带来最后经典的喷烟冲场，用英古教机选去用大雁队形喷彩烟冲场，象征国旗国族的世代传承。 随去用英国教机带来最后的单机性能电视，包含快滚、单机4点滚、上大性能灯源、万倍，大受用英的优越性能。空军7号伫高雄公山举行雷虎小组的交接团成典礼 ，AT-3结束最后一摆表演了后，甲用英交接军机摆做伙，场面是真壮观。开歌是陆军机接受现场喝彩，也对个别10多年的 AT-3老战友是真唔甘。参加14年到现在。 那其实一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雷虎里面，所以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不舍与，但是有看到新任领队能够接续下去，让我感到很欣慰。令人动容的飞行表演都是由 AT-3型机跟雷虎小组的成员共同来演绎，这一切都深植国人心中。 也让全世界看见中华民国空军的坚强实力。
对好小组成为空军的门面，民国42年成军，要去美国参加第一届世界航空会议交流。民国78年开始换装 AT3教练机，37年来完成238个表现，接受国人的喜爱。即马完成世代交替，也互外界期待，荣幸了带来新的特技项目。雷虎小组告别了使用37年的 AT3教练机，接下来将用永鹰高教机接棒成为雷虎小组的第6款表演用机，也预计在今年的国庆典礼登场，向国人展现空军的坚实战力。那会承袭 AT3相关的这个甲案的科目，然后再去做演进，不管是高速、低速或是转弯的性能有大幅的提升。对，那所以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最精彩的表演。AT3教练机过去培育开关，是上优秀的雷虎小组，即马完美结束，荣幸高教机正式接手，代表雷虎小组加入新世代，会继续写空军的新历史。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有一个少年农民，昨中昼为着要抢救农作物，去到田里，甲这抽水机拍过，煞互电掉出来过身。到早起10点呢，这全台湾敢若是农作物农产的损失已经超过2亿7千万，金额继续在增加。农业部也有公告办理现金救助和价利贷款等等，那最有需要农民会当去申请。救护车接到通报了，赶紧驶伫田间的小路要去救倒伫田内底10人，可惜到的时阵已经明显死亡。该民众接水电作业、接抽水马达的时候，不慎遭触电了。详细情形还是需要警方调查。连日大雨田积水为抢救作物，中华鼻头这45岁的姓江的青龙，这是中昼无雨到田内底开抽水机，技术先过旧漏电，互伊不幸电着死亡。警方表示，姓江10人回乡就是为照顾妈妈，即马发生憾事，老路年岁正大的妈妈这亲人和亲友无法度接受，控制2班连续8节大水河重创东南部，也造成部分死伤事故，淹水甲土石流者灾情，农损同款严重，其中屏东上严重。将往来拢背掉，因为往来若浸水就会烂去。屏东高树伫大水河期间大淹水，附近圳高的农田拢淹去，过半风来拢爱背掉，互农民真艰苦。我部分差不多是7成。7成大概是偌大？偌大，就1000头占700。到初5早起10点，控制1班大水河造成全台农产甲作物损失超过2亿7千万，其中屏东9197万上惨重，选区是台中7395万，甲高雄6617万。各县市政府继续统计当中，面对大水河灾情，农业部也公告办理现金救助甲家己贷款等，提供有需要农民来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前日昨晚南部是一直咧落大雨，这落大雨也造成淹水崩山的灾情。即马天气总算是转好啊。气象署表示，讲拜二暗开始到礼拜拢是好天，不过过到了后会落西北雨。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南部已经连续落雨几落天。气象署表示，接落来因为西南气流减弱，自拜二暗开始到礼拜8月初10进前，天气转好。南部你是就有机会看到足久无看到的日头。预估澎湖、基本、马祖的天气可能还是比较接近对流云区，所以还是有一些短暂降雨的几率。但是其他各地都可以看到阳光。而预估中午以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各地山区会下午后雷阵雨。在星期4到星期5，太平洋高压势力还稍微再增强一些影响我们，所以星期4到星期5的天气会更稳定一些。我们预估各地都可以看到阳光。也若是这2天的天气，气象署表示，虽然雨水有咧减少，但是金门、马祖也阁有云林以南，嘛是爱说离短时间内中港雨过到了桃园以北、新竹、苗栗，阁有宜兰山区爱注意西北雨。尤其是星期4到星期5这段时间，各地的温度就会逐渐的炎热。北台湾可能有36度或更高的气温，其他各地温度也会上升。气象署表示，南部的天气豆豆仔咧恢复稳定，会恢复热天的天气，高温烧热，提醒乡亲刷落来爱预防高温，唔通着沙。另外，气象署嘛提醒民众，中南部的山区因为落雨，淡水量悬，
民众最近接近山区，就要细腻注意安全。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这大雨落几落天，高雄屏东的山区，遮侪所在拢崩山、地基空气，交通来断站。亲像这屏东三地门乡的大社部落，唯一的连外车路损害较真严重。部落的少年人差不多有10个左右呢，因着用行的，把这物资挨倒转去。将部落需要汽油、食食等等的物资拢排上较偏，因为滨泉路道路严重崩塌。大社部落居民带少年囡仔用步练的方式出来倒搬物资。虽讲大社部落伫莫拉克了后就清川啊，不过平时也是有村民会登去大社种作。目前都有20多位村民留伫内底，因为大水库造成德文到大社路受损严重。初五都居民开车载物资到路登去的所在，车开不过啊，将换少年囡仔来接，一路派登去大社。留在原乡的族人，目前状况是良好了哦，因为没有那个生活上的困扰了哦。那停电有发电机来供应他们。因为大水库造成交通中断的，也有高雄山区的原乡部落，公路局陆续抢通桃园、南马社甲木林等地区的连外道路。市府也赶紧将一车一车的物资送去各里，唔有各种的大牛，还有新鲜的猪肉菜色，甲囡仔上需要的牛奶粉、肉珠啊。对此，社会局表示，目前物资拢是充足的，市府会看状况调配。车民众唔免烦恼。这个天气也比较晴朗了，那道路也一直在抢通当中了。那未来我们还是会视他们实际的需求，那再予以协助。民间的跟公部门的加在一起，其实已经蛮足够的。对。然后你讲的那个迫切需求，就是真的还是道路啊。像现在是马祖笋的季节，我们要去割笋，我们没有路。桃园区的复兴3里，公路局伫初5早起实行抢通第23往台东的梅山口甲向阳路段，下晡阁抢通往高雄的勤河到复兴路段的便道。虽然有时间管制甲车型的限制，不过总算是互受困几落天的居民会当赶紧落山。记者柯秉哲、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屏东采访报道。关岛145婚林西里溪寮1号桥前几天啊，河流上过尾，水洼大厦，附近10多公顷的田拢淹去。路面就讲，这附近一落大雨就淹水。因为这婚林关的水利处就表示，未来会加强摒扫这排水沟的土，保持沟仔拢会通，也会研究这改善方案。接报场啊，无偌久，离奇的场啊，煞规个浸伫水内，受到几日日大雨影响，造成婚林西里溪寮1号桥的边沟啊袂赴排水，造成附近的田淹水应该真严重，10多公顷变气温。初5早起雨有确定，不过也有真侪田浸伫水内。这个拢做可以5下6班人大家做田拢有你当啦，啊，浸水因为即马几工呢？见落雨景嘛浸起来，嘿，做就多就浸起来啦。风雨若较大咧，水拢已经大家遮拢透较袂出去啦。啊，你像即马咧抽这啦，那即马抽迄边抽吼，抽来佫倒加这边佫位田佫出去啦。农民院讲，逐摆落雨一定淹水。对这婚林县政府水利处表示，溪寮桥两边已经有设置刷动式的抽水机平台，不过两边伫水口有粪扫塌掉的，或者是土积伫遐，未来会加强清扫，嘛会和农电水利署建议排水沟闸门的改善。这水闸门的功能要恢复，包括它就是要防止外水，然后要容易让内水能够排出去。所以，阮会过来甲水利会研究哦。官府表示，除了改善水闸门，嘛会针对边沟设置闸污的栏杆，伫单年盛期进程进行桥脚的清淤，而且协调农电水利署办理现有的报化改起，来提高排水的效率，避免田淹水的状况一直发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根据着日经亚洲的报道，有几多名台积电的员工涉嫌在职期间想要偷摕2奈米先进制程的机密。这高检署证实讲已经伫咧调查咯，虽然是由台积电主动发现，这机密资料将可能是走去一项东京威力科创一个工程师遐。目前有3名被告已经放羁押，那台积电也会甲这涉案人员开除，会追究到底。我们维持对今年全年营收的展望。若以美元计，台积公司2025年营收预计成长接近
中段20位数。董事长魏德嘉领军今年6月份的股东会宣布营收的好成绩，尽管大工大抢台积电在半导体制定有领先的地位，不过即马所爆发内部技术漏泄的重大事件。根据日本媒体日经亚洲的报道，是一挂员工涉嫌在任职期间违规摕到自内面的关键技术。比较关键的是，他会不会去改善对手的良率？因为现在我们主要的对手其实并不是他没有先进制程，而是他先进制程良率太差，长期来讲对台积电的影响就会比较深远一点。针对台积电营业秘密红头贴，这个高检处证实已经在侦办。专案是台积电主动发现在职的员工档案接触不正常，经过台积电内部的调查了后，发现公司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和前员工和现任员工非法取得。检方在7月25到28实施连续团6个被告，其中有3个人涉及国家安全法嫌疑重大，防羁押禁见。最终的使用者会不会是其他日本的跟台积电的同业？这个部分台积电就必须要予以防范。而会不会有一些关键性的技术，他们还没研发出来，他们就可以透过台积电所用的方法，缩短他们的研发时间。台积电真正是到日本的成本去设厂，带动当地的经济。即马根据调查，漏泄的资料技术拢总流向日商东京威力科创的一个设备工程师，伊捌伫台积电系统整合部门做工课，目前嘛列入调查名单。对这公司回应讲，公司无做任何评论，另外敢有重大技术通外流。台积电是无讲，敢若强调讲，已经对违规的人员做严格的惩处，绝对严格来处理，追究到底。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长郭志辉落南主持产业会谈，伊用美金4000亿来激励，讲这关税若准备降，就要付出真大的代价。外界就当作讲这是美国开出来条件，经济部出面来驳回，讲这是一个激励尔，唔通一个看到一个影就生一个惊。总统，关税谈判期要前来得及达成协议吗？总统赖清德初五透早出席活动，面对外界关注关税议题是无回应。美国对顶关税8月初7生效进前，咱国要持续争取降低空间。不过前一天，经济部长郭志辉去高雄主持传统产业界座谈会，甲精密机械、金属加工等的业者讨论产业的对策。针对争取税率降低，要付出偌济代价，郭志辉以4000亿美金投资的金额做例，引起关注。因为我们是第三个谈的哈，所以假定不是3000亿美金或者3500亿美金，都应该都大出来4000亿美金。4000亿美金，你是希望中华民国政府对投资，还是按民间会当筹措4000亿美金下去？4000亿美金关键的数字，互外界认为是目前美国要求台湾投资的金额。不过经济部驳回讲，郭志辉主动时是激励说明，以日本甲韩国进行投资美国的规模来推估甲参考，并毋是讲政府已经有具体投资的承诺，或者是当咧进行相关的谈判，请外界毋通过度解读。金额就是不晓得他要对照什么啦，巨额投资大概就是难免啦，因为如果说我们要这个追求这个15% 的关税的话，那大概也就是说参考这个日韩的案例，大概也是必须。那我不觉得美国会让我们就把台积电的这个1650亿加过来。目前台湾投资的条件也无明确。美国阿拉斯加州长丁利维最近表示，台湾按算采购600万吨的天然气，会当讲是历史上上大条的订单。有风声讲可能是台湾要争取降低关税的条件之一。针对这点，中油表示，相关的采购甲投资案目前正在推动，会争取伫咧合理的商业条件之下来掌握。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广东去公病1礼拜新病例要到3000例，疾管署宣布把广东的旅游警示提升到第2级警示。为了防止这去公病、类鼻珠和高端螺旋体病本土病例，伫咧丹那市丰台过后，要增加3例和4例，这其中有6例拢是去绑到这个垃圾水。这落雨天落雨就是都会安尼啦。加厝内积水扫出去，清理树瓦落叶啊，无奈连续落大雨，南部灾情不断，难得出入志工赶紧拼长。行梦啊吼，我拢叫人停长的。落了是毋是讲行讲登高了啊？啥物件？对对会惊啊！所以讲，阮拢大约也有水桶有水吼，阮拢会大拼。清河下挂水安整理环境前，先甲防疫做到位，因为大水雨了后，疫情开始发生，染到
到雷片珠高铁边的风险就会变悬。强风暴雨过后呢，这些原来在土壤中或是地面上的一个病原菌，都很容易暴露在空气中或是地表面上。上新的统计，新增3例雷片珠病例，分别是高雄甲台中，拢是丹那市风台过了后破病。今年累计有35例，是历年同期第3悬。风灾了后，感染高铁边也加4例本土病例。这届新增加的7例个案，有6例有接触垃圾水甲透明膏啊。不一定会是污水污泥，那也有可能就是说风把这个土壤里面的这个细菌把它吹起来，那也有可能有吸入的一个可能性啊。治疗雷片珠初期镜头有发烧、咳嗽、皮肤病变，若病况严重，有可能引起肺炎、白血病。若高体病初期甲普通感冒成成，不过病情恶化，也有可能伤害到肝、腰子。医师提醒，尤其侪岁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它主要是侵犯年长者抵抗力、免疫力比较差的，经过接触跟吸入来感染。国内正注意的疾病，曲光病嘛排有着，累计病例有16例，拢是境外移入。个案感染国家是印尼、菲律宾、斯里兰卡来的。不过，一管数是讲，中国广东的曲光病疫情原来有升温，最近1礼拜新增加2000多例，也有探去其他的所在。所以，甲广东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2级警示。记者采访报道。讲到高雄的落大雨是落几落天，洪山前镇顶市区的分界岛，这个顶台草坡呢是生真侪草菇。专家提醒讲，这个野生草菇有一寡是有毒的，千万唔通去乌白板来食。高雄洪山这个道路分界岛出现一大片的野香菇，一蕊一蕊浅色的野菇，民众拢走来翕相。学校下过雨也是有，可是他说没有这么大朵的。当地民众讲，等下上太了有生1、2蕊，这礼拜使讲是逐日拢落雨，发现野菇发到规大片。这款野菇经过专家鉴定，研判是有毒的毒香菇，警方嘛紧甲刷掉，较免好奇的民众走来翕相，影响交通甲安全。我们卫生主管机关的统计，在台湾引起那个白色野菇最常见就丽蛰菇。像丽蛰菇，它也是一种毒菇，它有毒性的。如果民众不想误食丽蛰菇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肠胃道症状，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肚子痛、腹泻。部分的公园及道路分隔岛上长出了白色的蕈菇类，有些有毒性。请民众看到了不要随意摘采食用。找过在去前镇区这片草坡啊，各商场头前，各会当看到野香菇，其中嘛包括毒香菇。专家提醒民众，真侪食到野香菇中毒的个案，民众一定要注意。那个应该不能吃吧？我怕那个有毒哦，而且也不干净，地上有污水啊那些。含摸嘛无爱摸，啥弄啊？会毒啦，迄种食落会有人食死咧。专家讲，民众对外观青草的野菇较有防备心，不过却无去注意到白色的野菇嘛可能有毒。不管是伫郊区也是市区，都要有确认品种。若无食对这种落雨了发出来野菇，千万唔通去买来食，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丹那市风台走尾一个月啊，台南咸水的顶那里厝内面的地位依然是卡袂通，手机的信号也无介稳定。公所就表示讲，因为这基地台去风台扫甲倒去，目前正在抢修。按算厝内电话呢，后礼拜一会当修复。若讲到这基地台，可能要等到月底啊。今日台南咸水区顶那里这个零基厝内，80岁时段摕电话起来，完全卡袂出去。但那是风台重创台南已经要1个月啊！即阵伫台南咸水这个里，游玩有真侪住户反映厝内电话拢害去，民众无奈讲上无叫3届来修理。当初电视公司讲是因为台电的关系，不过即阵电已经抢修好势啊，通讯状况游玩无改善，互因生活真无方便。我哋囡仔已经叫4、5通电话啦。大要求啊，我叫伊搞伊照一个临时啊，我唔啊，我上阮2个大堂，万一发生什么代志，变哪联络？抢修1礼拜，人阮遮就拢完全拢有电啦，啊人电条嘛踩好啊，结果伊到今也搁咧算讲是台电的问题。啊，拢无出来抢修。惊去中华电信去2、3座啊，
啊去就讲啊，就叫白安尼。来叫白的。哎呀，就惊甲你讲叫白，安尼咱就无法度啊。拿出来电话予在地住户白卡白手，居民阁反映手机仔的电信信号嘛无理想，就算即阵有电信基地台入来，不过也是无介理想，甚至阁强在咧断去。公所回应，附近遮电火条倒50支，另外本城遮的基地台伫咧高野遮瓦顶拿，因为风势大甲吹倒去，目前伊嘛正咧处理。这次风灾真的很严重，所以已经有点倒下来，然后现在已经把它立好，但是呢，还没有完全把它整个做好，所以可能要到8月的时候，大概这个月的月底，应该会把它整个处理好。所以这个通讯会完全的改善。因为基地台信号需要靠顶哪里的设备转送，造成顶哪附近的通讯拢受影响。中华电信表示，分嘉南地区即阵有2141号厝内电话，764号网络，33站行动基地台拢故障等咧修理。公所表示，厝内电话线路按算后礼拜一通恢复好势，那基地台爱等月底会继续追踪改善情形。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这几天落大雨，家己也真有侪所在是淹水有江庙，因为积水无法度排出去，连新村也拢对这水流去，真出即届水灾较特殊的受灾户。涂骹的水也袂干，边仔阁有排水用的物件。家己园溪口这间庙1楼的餐厅，因为大雨为窗仔破入来，造成积水。因为水无济，所以才用粪机甲水集中了后，搁用水沟抽出去。袂分讲，暗算等天气较好了后，才搁来做一摆整理。5个地方，愈多我已经摕着卡档，我的卡档总比塞偌较紧。对啦，对啊，啊，用电话打抽啊。安尼较省工啦吼。啊，若较侪人来好水，啊是较侪换打来去较紧。对。是爱一时啊就好啊，你毋免一个2个点仔付甲足辛苦啦。甲积水的状况比起来，家己园铺子伫全国小边啊，这间庙灾情就较严重。7月底迄当阵才淹要130公分，水龙已经淹到庙顶，内底的市民嘛去互流去。附近的里民讲，只要淹水，市民就会流去，加在落尾拢有够吹转来。市民都各都管，没电，真正没电，好几次的。怎样说呢？只要淹水都被冲走。啊，冲走再找回来这样子。可能很灵验啦，然后人要去找又都找回来。台基地区经过几日天的大雨了后，造成真侪所在有淹水积水的状况。即摆天气豆豆较稳定，民众除了开始无用整理环境以外，嘛希望刷落来天气莫阁来落大水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代替边溪线的3条岭暂时全台湾唯一无道塞车到未火车头，因过呢无伫咧另外道路情形之下，当地民众敢若会当行这铁基路入去。新北市政府含代替进程伫咧本地铁基路边啊有增加临时便桥，按算这个月中就会开放啊。工作人员来回检查确认，当60公尺的临时便桥外边加设120公分的通行道，互过路人和乌托邦会当行。3条岭车头过去另外是无路通行，游客和居民敢会当利用铁路桥的维修便道来行，即嘛总算有路啊。这部分我们还是把它移设到这边，将人行道空间拓宽120公分，远离轨道，解决当地居民100年出入无烟问题。伫便桥完工了后，游客要去3条岭车头附近的3条岭水墙群，也是生态蹦康这景点嘛，搁较利便。不过检视边溪线，亲像10分站、边溪站沿线拢是店家，嘛是放孔明灯的热门景点，让游客行伫铁基路。伫铁基路顶悬咧放孔明灯，再搁翕相来纪念。所落来火车来啊，虽然讲有淡水泥来经过，但看一寡所在是有放禁止软过的告示，游客行为恐惊是违规。在这个模糊地带上，就是可以允许，就是旅客可能在这个轨道上，然后放天灯，然后做一些观光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还 OK， 但是就是变成说店家什么要协助去看。可能也要跟客人提醒说，等一下可能会比较赶。假设你的时间离火车发车时间很近的话，等一下时间可能会比较赶，我们要快速解决。这样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弯道啊，附近可能或山洞出口，车子出来可能不急于去警告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立牌子警目穿越。台铁公司表示讲，特定区段嘛是袂当安尼甲过，但是因应当地观光特色产业，火车进站进前会先停车淡水泥来警示，过去嘛有一直宣导。协调店家来倒疏导游客。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小港的三元电池工厂顶个月发生火灾，当地居民是要求这工厂就要搬离开遮。今仔日搁再开检讨会，里长要求主管机关和业者就要公布这导火原因。
李议长也是呼吁讲，这政府呢就要针对这款的工厂成立监督小组。三关联员电池工厂火灾事故检讨会初5早起第2届召开，在地几个里长、里民甲中央，也有地方主管机关有出席，要检讨火灾的原因甲后续处理的情形。可能是在作业的过程当中，电池遭到撞击，那导致部分的电池单体短路，那也是引发连锁的热失控，导致储存区内大量的电池迅速的燃烧。7月14日的大火引起这间电池工厂公安的疑虑。经济部产业园区管理局初步研判，导火原因可能是产品塌了伤密，安全电池管理系统故障等等的情形所致。强调详细的原因要爱等检调厘清，不过主要的原因一直拢无法度确定，引起在地人的不满。7月30日，还阁去厂区抗议。所有的这个主机机房硬碟烧掉了 ，CCTV 那我们花了烧掉了，所以什么原因呐？抱歉，因为。所以过了3个礼拜，你自己也不知道原因，跟议员报告一下。你还在问那个厂商啊？三关联员公司答应讲会赶紧敲进监控等等的设备，敢是会当恢复。不过，互里长不满的，还有产业园区管理局、甲环保局等等的单位，讲空气品质无问题。不过，里面却持续闻到臭味，呼吁政府成立监督小组。该监督的监督啦，那如果依法的话，那你就依法，可是要从严来处理。如果真的不行，那就签罢。后续取得政府同意之后，我们会开始找专业的公司进行相关的，无论拆除废弃物清理、清运。三关表示，会委托第三方公证单位每个月做环境的监测，嘛将相关的资料公开，互主管机关甲里面会当查询。嘛强调讲，一定会将火灾后续的工作拢处理好势，才会提出复工的计划。不过，这个里长对业者的讲法是持保留的态度，也是希望政府会当确实来监督，唔通前雷后雨，落袂đảm土。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5就是父亲节啦。根据着人力银行的调查，要到4成的这张爸爸是家庭内面唯一的经济来源，而且这张爸爸平均是5.1年拢无加薪水，是这12年来新高。8月初8就是今年一届的父亲节，不过照人力银行的调查，有到8成7的老爸无法度兼顾着家庭甲头路，也甚至数是来到81分，创下6年以来的新高。真的薪资没有很高啊，然后物价一直在涨啊。根据了解，将近4成有头路的老爸是单身家庭内唯一的经济来源，另外有6成较起是属于双薪家庭。不过，这群老爸平均5.1年拢无加薪，创下12年来上悬的纪录。还有一半较低的老爸薪水拢照用伫厝内，并无咱3英的收费啊。一方面又想求稳定，一个安定性；那2方面你不去跳动的话，那又职场老员工就是加薪的机会，自然会比其他年轻的员工低。那老爸压力大，有12家银行等单位做伙做金融调查，发现35岁以上的民众，就担当照顾时大细囝的双重责任，会使讲是挂包世代。另外有到41%的照顾者并无做财务规划，生活上爱兼顾工课甲家庭，处理被照顾者情绪的问题，还爱负担较好的开销，互因感受到真大的压力。如何协助这些三明治世代，他能够不要因为家中的这个照顾家中的长者而离开职场，我想这是个蛮重要的。专家讲，少年世代会当选择不爱结婚，也是不爱生囝。不过，有缘爱担当照顾时代的责任，呼吁政府会当整合长照体系甲外籍看护，提升长照的功效，减轻照顾者的照护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全高中伫拜二开记者会，因讲公立幼稚园教师有反映讲，这幼稚园要求这个老师规年冬天拢袂当休困，连休寒休热也拢爱上班。佮讲教育部已经核准无违法的问题，教师团体就质疑讲，安尼生做根本就是政府带头伫咧压迫教师的人权。学生囡仔休热期间，7、8月份唔免读册，公立幼稚园也开始放假。唔过考虑到父母爱上班，囡仔无所在去，有公立幼稚园就推出来休寒休热老园服务。全高中拜二开记者会，表示收到基层公立幼稚园老师的投诉，讲幼稚园推出来全年无休的政策，要求老师休寒休热拢袂当休困。佮讲这是有经过教育部的核准。这一次的状况是，乡镇私立的幼儿园，他们的学期的起讫时间就没有跟公立学校一样，像以这一次的镇立幼儿园，他就制定从1整年他都没有寒暑假。那
以老师适用教师法的特性，就变成教师需要去配合他的这个全年无休的学习的时间去工作。全教总表示，若是公立幼稚园照法律的规定，就应该爱予教师有基本的晓寒晓热。若是经过家长和学校的要求，需要伫咧放假期间有营队也是托育的服务，也应该爱尊重老师的意愿，袂当用强迫的方式规定老师一定要来上班。老师他们是报到之后才会知道这个幼儿园他们的这个作息的时间。他们考完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园方有要求他们就是暑假要去进行这个教保的服务。教师团体呼吁教育部爱确保教职人员的权益，也要求教育部赶紧出面回应，到底敢有核准这款规定？也若教育部到目前是也未对歌做出回应。记者台选林秀凯台北报道。高中本土语言的课程列作必修，政策到单已经是3年啊。对民间团体去调查高中生对108课纲的想法，虽然这些学生是认为讲这个课程真重要，不过也超过2/3的人认为目前的课程设计不够理想。民间团体也表示讲，这和支援教师的品质，还有教材等等是有牵连的。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的规定，自111学年开始，高中的本土语言课程已经列作必修。不过，关注教育的民间团体 EDU 就针对高中生做调查，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其中有指出，本土语言课程的满意度有超过2/3认为不够理想，我5成认为课程无法度提升对本土语言的学习兴趣。编团表示，这个支援教师教学品质不稳定，和教材不够在地化等等有关系。我们需要的是去建立完善的师资培育的机制，以及去提升关于本土语言教师的待遇。第二点呢，我们会期待各学校各地方政府要去发展在地符合在地脉络、在地本位的课程教材。编团呼吁教育部应当鼓励地方政府编写在地化、较瓦大学生实际生活的本土语言教材。另外，也应当解决支援教师太牛价、欠缺进修，也有教学资源的问题。国教署是回应讲，会透过继续办理研习来改善教学现场本土语言课程的教学品质。主要还是透过增能的研习。另外，我们也鼓励地方政府依照地区语言的特性来开缺聘用本土语文的专业师资。为了鼓励地方政府他们来编辑在地化的教材，本署其实也定有相关的补助要点，来给予地方政府在编辑教材上面的支持。另外，108课纲观察报告嘛指出，有学校因为行政也是教学资源的限制，致使学生想要学的本土语言类别数无通选择。国教署表示，这是违背课纲的规定，未来会加强辅导学校，嘛会透过线顶课程来解决这款问题，保障学生的权益。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团结中心第8届戏剧梦工场就要开始啊！今年当中有6出精彩的作品，类型包括着歌戏、布袋戏、阵头等等，对文史、社会和自我认同无共题材来拼创新，用传统戏剧结合着现代元素。这团结中心是希望透过这款实验性的作品呢，改变民众对传统戏剧的想象。我都来囡仔咧。也是过去老来误会心。一个伫咧别人眼中，互人看作是英雄的人，私底下却是害女性大巴肚，佮无想要治囡仔后查甫。英雄制作这出戏是义兴家掌中剧团对古巴革命英雄的故事改编来的。就演讲这出戏想要传达的就是英雄毋是是全是美，就演希望透过无同的观点，互观众去思考英雄的故事。伊一定会面对着感情的难关，面对着感情的难关的时候，英雄也做啥物选择？这是团结中心举办第8届的戏剧梦工场，今年拢总有6出精彩的作品，类型有包括歌戏、布袋戏、民俗、阵头等等。亲像歌戏的部分也推出来嘉庆君梦游台湾。导演讲，1980年代是电视歌戏上兴的时阵，嘉庆君的故事真受欢迎。导演想要带观众回去迄个爱看戏的年代。嘉庆君咧演的时阵，上清的时阵是伫咧1980年代到86年迄时阵，迄时阵嘛是民主化的时代。阮就咧想讲，若嘉庆君去拄着这个民主化的时代，会变甲安怎？团结中心对8月份开始，为期2个月时间，拢总推出来6出的作品，对文史、社会和自我认同等等无同款的题材来拼创新，用传统的戏曲结合现代元素。团结中心希望透过这款实验性的作品，打破民众对传统戏曲的想象。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
咱来看国际新闻，这中国四川有一个14岁查某囡仔，和几类同的霸凌为咧拍，这霸凌的画面去互翕起来传上网络，引起争议。当地是真侪民众不满当地政府对这加害者的处罚伤过轻啊，因这规定若去到市政府抗议，落尾呢，这警方是规大阵来甲因镇压，落尾是发生警民冲突。17岁少女洪碧咧烫顶关衫，或者一个同岁查某学生脚站手目，加害学生甲拍人的影片发起伫网络，佮讲毋是无入去过警察局，一日仔就出来，无得惊人报警察。这个发生在中国四川江油市的霸凌案，互全部市民拢真生气。江油市政府初时表示讲，今年7月2日下晡，姓刘的学生和姓罗的学生是发生纠纷，姓刘的学生找2个查某学生做伙甲拍，造成姓罗的学生头皮和2个脚头躯拢有真侪刺伤，经过鉴定是轻微伤。3个加害学生送矫正学校，也是批评教育。当地的人讲，受害学生的妈妈是听袂到，和无法度讲话的人士，查某囡仔常常互霸凌，而且因拢认为讲警方的处理伤轻啊。因为安尼，一大堆民众初时伫江油市政府外口在抗议。围观的少年人替声援的负责人在讲话，但互警方强力压制。到暗时，阁有几百民众，警方分组来驱离，引发冲突，有市民因为安尼受伤。这个半暝3点，街仔路拢甲清空，但是网络流出一段影片，警方用催泪弹来镇压，有人喊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但是目前阁无法度来核实。但是因为市民抗议受伤的人数，外传被害少女失踪，无搁较侪说明，当地已经要求中央随介入调查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1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